各位乡亲，大家好，我是廖弟。今仔日搁要来甲大家讲笑话。如果若准备好，咱就开始。爸啊，少年的时去算命，算命先呢，就讲你后世人会有较侪女朋友哦。伫迄个时阵，伊听无啥有。后来，爸啊，若拄着意爱对象，要对伊表白的时，对方拢会讲：你等后世人嘛。阮囝对幼稚园转来，气喘喘，甲我讲：爸爸，老师讲对我无好，叫歹，中昼也袂晓甲我打棍。老师无可能像妈妈安尼，伊爱照顾足济个，你爱乖哦。安尼，互老师甲妈妈教我，妈妈逐天来幼稚园陪我，老师来咱厝陪爸爸困。恁老师若要少年，我是会考虑啦。六弟要考试啊，妈妈帮伊复习功课。六弟，地上sen书是啥？暗示一个细空啦。这真正无救啊！佮互我一个暗示，我绝对袂互你失望。伫边仔咧算的弟弟讲，哥哥一定袂晓的啦。你讲国语就好。空白，红摇。空丢，我会互你气死的。哦，是空腔。影片到这结束啊！恁若喜欢这撮影片，请分享出去，顺续订来看。留一 camper，每日暗时6点准时发布影片，刷。